前段時間空調啱啱淘汰，而今手機又開始淘汰了。聽講出了隻限做手機電池修復器，你手機卡了，電池壞了，攞起隻嘢一插上去，馬上就變成新手機，真係有咁叻？我讀書少，你冇呃我喎。我得叫下商家吹水。你们都听说了吗？手机已经淘汰了，全国80%的手机专卖店可能即将面临关门大吉。因为就在安徽亳州通讯研究中心，就在前1秒刚刚发布了一个紧急公告，推出了一款黑科技新产品，据说可以解决手机发烫、运行内存不足、手机卡顿等问题困扰，可以让我们的老旧手机焕然一新，动力十足。好，大家好，你是不是那个00后研究生对吧？是我。这边是电池鼓包，放到卡顿里找我以后呢，这个电池也不用换了，然后一辈子用新手机这么来的。那真是找对也找对地方。視頻同款電池修復器我就買回來咯，花錢我慳，我嚟踩，免費紅心幫我點著。聽講又係安徽啲00後研究出嚟個，我覺得安徽真係好多人才個。而家我哋拆開睇睇。嗱，就係一樣嘢，手機適配器，拆開睇睇。哦，就係個球藥。嗱，說明書都咪有嗱。哦，嗰啲有說明書，我哋睇睇呢，等陣睇下通下使用。個球嘢真係有咁力啊！次次嗰隻喊住讀卡器噶嗱，冇理咁多，而家直接去拆啊！而家我哋直接拆嗰隻嘢落去，應該冇爆炸到啊！哎呦，開始修復啦！我手機都未插上去就修復啦嗱，插手機上去睇睇呢。漏電冇？喲，好驚！風霎到，嗱，而家我手機係86%個電，睇睇修復得回來冇？哎呦，我點解漏電㗎嗱？嗰隻傳嘢漏電嗰好驚喎，等陣我驚寵壞我手機，一碰到手啲麻冧到。我冇敢插落去咯，我哋直接拆開睇睇呢個球嘢裏頭係乜嘢嚟個？嗱，而家一拆開就係一碟仔啲電路板仔哦，應該個兩粒係燈，我哋嚟插落去睇睇呢。啊，我哋呢就係兩粒燈仔，個兩粒燈仔應該就係一放個碟嘢上去，有幾個字亮亮啊，修復中，嗱。佢仲講堅持一周洗2到3次，堅持5到8周，堅持咁耐係方便你走路啊！有乜用啊？點呀？哎呀，好驚我驚你電我。嗱，其實就一隻板仔哦，做咗2盞燈仔啲一影出嚟，嗱，修復中，手機插咪插上去都修復哦。嗰隻手機電池修復器呢我就拆咗啦。其實佢就係一碟電路板仔，嗱，嗰啲就有2盞燈仔，嗱，嗰啲呢係3隻字修復中，佢係鏤空喎，等下亮呢就照出去。次次上一次我測嗰隻喊住上電神器一樣個，妥妥嘅智商稅就算咯，佢仲差啲電到我，仲漏電呢一樣嘢，你哋千祈唔好買喎，我睇呢唔係錢個問題喎，安全個問題，同咁樣嘅產品必須要曝光舉報嘅。你老瞓喺度，下一期你哋仲想睇我測咩？打評論區，喐啊！